5号队伍请上台，6号队伍请准备。下个妹，細細妹，阿弟姑，上台一條橋。細細妹，阿弟姑，學家一下推通3號運動，你哋點乜嘅係3號運動麼？當然啲呀，3號就係4號、8號、3號。啊，錯。係有天好高，有錢好使，有毛好水。係唔錯，你哋根本準備乜嘅係3號運動。你哋好，給你講佢啦，乜嘅係3號運動。3號運動就係做好事、講好話、存好心。做好事，講好話，存好心。乜嘅係做好事啊？哦，我記咧，就會做喜事嘅意思。咦？我記得阿公講，我還有人過生，咩人會講做好事呢？唔錯，有人過生，阿公講係做壞事。唔錯咧，你就講嘅錯，咩唔錯？啊？乜嘅意思啊？做好事有幾種意思，像我還有喜事，會講做好事。我還有人過生，為台求佢哋就會講做好事。過，我哋會講嘅做好事係做善事，就會講我就有能力嘅時節，我多多同人聽書，點麼？哦，原來係呢意思啊！冇問題啦，我只會做好事咧。有樣麼？係唔係一插風，三插浪，碰風嘅？你講幫從我聽我講，有你啊，天時凍夜，來到阿妹地步下，聽到外邊有人見hen，那就同阿妹講，阿妹，幫佢一些錢同佢聽書好冇？才懂才講。有愛心。阿妹聽我阿娘講，當歡喜，行見我愛，基本愛100顆做中醫，村沙母愛嘅神嘅係乜嘅啊？錯噶，佢係乜嘅？爸爸買餅乾啊！啊，買餅乾嘅？錯噶，你看我係咪有做好事啊？你嘅係自家做晒要佢買餅乾是嘅，有啥好事呢？錯噶，我係講你買餅乾呢項事，長孫做好事。好嘞，係嘅愛嘅講法，我記得哦，飯做對多事，飯唔好難講哦。愛記，唔過愛那個人冇乜嘅會講話，常常講唔出話。哦，錯噶，有擺佢有嚟實嘅同學，叫阿姨圖書館，結果時間到咧，你嚟兩三，還有一個同學問到，佢就講，唉，佢哋嘅冇咯。啊？結果其中一個同學聽嘅，小模仿你講，改嚟嘅冇嚟，阿娘捱起滿改嚟嘅咯，佢捱最好咧，講衰佢發條就走咧。真見講唔出話咧。我看幾個同學仔又講，唉，忙鬼就嘅走咧。唉，兩個同學聽嚟講，佢忙鬼走，意思係佢做嘅輕捱咯，按攏捱嚟開，講衰佢也走咧。你哦，後來落地數唔準，講法以前聽出愛三事啊。做題做好事講法，先從嘅就愛存好心，人哋做乜嘅事講乜嘅話，都愛心存好意，千萬做唔得罪人。阿彌陀佛，蘇卡祝你多。好，我今天第一件本年開始做3號運動，愛咩愛？你看下做好事。
讲好花，顺好心。下个妹，細細妹，阿弟姑，下台一曲強，啊，是誰唱來了？5号队伍表演时间4分51秒。